对中义路3段淡市天然自生花外口靠近中道客满济乡亲，详细一看，原来是要领素食便当。自生花表示，因对1809年开始，为了推广素食加健康，同时救助有需要人，每个月初1、15拢会分便当，或者是亲自煮饭菜，甲大家结缘。对120份到155份数量也无够，感受需要弱势愈来愈侪。拢有去四界吼，帮忙这个困难的人，只要有写批来吼，阮去拢3000、5000，甲因斗3工安尼吼。啊，结果吼，这一个，阮会走吼，安尼吼，感觉讲安尼走袂交对就对啦吼。啊，讲吼来发这个爱心便当吼，啊推广大家食素食安尼吼，啊对这个身体也较健康，啊这个按这有会长辈吼来遮做伙吼，初15来遮大家做伙，艰苦人愈来愈侪安尼嘿。哦，拢逐栋哦，人叉叉安尼100几个人安尼嘿。一贯的老店团赛，但水车先到过身以后，伊的囝儿为了感染伊的温度所成立的淡市天然自生花，对1808年会址兴建完成，就开始推动公益自身、急难救助。这摆洪灾嘛，动员志工全力来投入。理解会除了持续救助弱势，嘛透过读经、讲道理，甲大家结缘。台南新闻阮子采访报道。